新竹北部当年伫咧新正的15暝，拢会有真千人举火把经过老街，一路行对山顶去，远远看去都若像一尾火龙同款。这就是北部真有名，客语讲有功夫的活动，上顶会当消灾的守护北部有真重要意义。精彩的表演，让现场的气氛愈来愈热烈。一年一度的北部正月15有感火活动开始。自北部自电宫内提出火种，来到舞台顶悬，再搁再分火，传予参加的民众，把原本暗民崩的老街点甲光死死，亲像一尾火灵。小朋友也很有兴趣，所以我们就一起报名参加。这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吗？对，第一次。活动非常的有趣，真的很新奇。在地乡亲相信，只要正月15暗时，举火把上山头拜神，就使消灾，让北部来年有好的运势。在日据时代，北埔有2次的抗日事件，那当时的政府为了要削弱在地的一个势力所以在我们信仰中心慈天宫的正后方开辟了一条道路，那以斩断龙脉可以削弱地方的势力。那后来在地方人士的一个指点之下呢，又改用火龙的方式把这个龙脉接回去。火龙总共分6条路线，大家一路开讲，一路把手中的火把压悬悬，让暗时的北部老街看起来有够热烈。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